咱做伙来祈祷。主你里面愿会能者，求上帝赏赐，互阮会当耳孔会当拍开听见，伫早起时你要永远所讲的话语，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最近流行伫教会界有一个笑话，这笑话是安尼讲：家角内底找无歹人，因为内底的人拢讲我无做。所以要找歹人爱来教会，因为内底人拢讲我有做。我要坦白大家讲，这是真的哦，这不只是笑话尔。因为我进前认捌伫汤圆的健身团契服侍的单牧师。伊捌私底下甲我讲，伊其实差不多一礼拜爱入家角，毋是关啦吼，入家角做迄个家角的教会师，因叫做教会师，甲才会犯人一个面来讲话辅导。一礼拜至少爱超过3天到4天的时间，所以伊差不多逐工拢有去家角，无共款的家角。然后伊有咧私底下甲我分享讲，当伊甲伊讲话，这犯人关伫内底的人，甲伊讲话10个人中间，至少8个人会同伊讲我无做。真的哦，总是实际上10个袂超过1个，实际上是10个袂超过1个。所以咱爱知影一项代志，伫家角内底。伊自称家己无罪的人，伊所讲的是讲我无犯法，听有意思吼？伊意思是讲我无犯法哦，我无犯这个法。总是伫教会内底讲承认咱有罪的人，是承认咱安怎拍拼嘛无法度符合上帝的标准，无啥共款哦。听有意思无？伫教会，咱讲我承认我有罪，意思是我安那拍拼，我拢无法度符合上帝的标准。近代学者认为，《罗马书》第7章是保罗根据家己的经验、迄个感受来写的。保罗是一位接受律比教育、血统纯正的希伯来人，伊是犹太教内底属法利赛派。根据伊家己讲家己的故事，《腓立比书》第3章第6节，伊是安尼讲哦。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对热心来讲，我是教会迫害者；对守律法来正做义的标准来讲，我拢无啥物通嫌。所以保罗的过去，伊认为只有遵守由摩西的律法，才符合上帝的标准。只有这条路，才会当符合上帝的标准尔。因为伊看遐基督徒，看遐基督徒就是偏离上帝的义、上帝的标准，所以伊才大发热心，要迫害基督徒，直到大马色的事件发生。伊才真正醒悟起来，知影讲伊过去的毋对。保罗伫罗马书讲到有3种控制人类的迄种溃力，3种力，第一叫做罪，第二叫做死，第三叫做律法。所以伫罗马书头前，实际上第1章开始就咧讨论人的罪，以及死，一直到第6章，保罗讲有罪的人只有一个有罪的人，只有倚靠上帝的恩典，才会当免死。所以刷落来真自然，伊会开始讲律法。在第7章，伊就开始咧讲啥物会叫做律法。
现代学者认为，保罗可能是有想，这个罗马的信徒会提即款的问题，讲啊是安怎基督徒会当无伫犹太摩西的律法下面？所以保罗伫遮安尼回应，罗马书第7章第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兄弟姊妹，我是对恁捌律法的人在讲，恁兼毋知，人活地时才受律法约束。原文应该安尼讲，恁兼毋知，兄弟啊，我对明白律法的人讲，律法做人的主。兼只有伫伊活的时吗？历代都有真侪学者咧讨论，保罗伫遮所讲的律法是咧指啥物货？出名的20世纪福音派要紧的领袖斯托德牧师安尼讲，伊讲伫罗马书第7章，保罗提出3种有可能看待律法的态度，就是律法主义、反律法主义以及满足律法的自由。保罗拒绝接受头2项，学了后壁迄项叫做满足律法的自由。总是近代学者大部分认为，保罗伫遮应该真单纯咧指摩西的律法。就是用摩西律法来做世间法律的缩影，就是迄个代表。咱来知影法律不管是出对人，还是出对上帝，就亲像保罗所讲的，罗马书第3章2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对律法，人才知啥物是罪。法律合宜。是毋是下这个时阵应该定落来，就是是毋是合宜？这项代志其实会当讨论。总是一旦制定法律，就表示伫这个法律下面的人，拢爱受这个约束。就亲像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法规制定出来，什么人爱遵守？牧师、会友做伙来遵守，这真简单吼。台湾的法律制定出来，就活伫即块土地顶头的人爱遵守。这我想咱拢小可知影这项代志。所以问题毋是法律，是罪。咱来知影外口这个法定出来，上要紧的，伊是一个界限。换一句话来讲，这叫做上帝标准啊。这个社会所定出来的法律叫做上帝标准，毋通拄着这条，若拄着你就犯法，就是安尼。总是这个法律本身咱做，这个法律本身毋是罪。保罗讲，就是尊贵亲像人看做上帝所颁布的摩西律法。有伊的界限，伊的界限是啥物货？啊，活地才有算，爱人活地才有算。罗马书第7章第2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举一个例来讲，结婚的妇人人，丈夫要活地就受律法约束，归属丈夫；丈夫若死，就无搁受这个律法约束。原文应该安尼讲，因为已经结婚的妇人人照法律，互活地的丈夫绑条的。早期的权势者，就是亲像奥古斯丁因迄代的权势者，因想要找保罗用夫妻譬如这个上等的意义，伫遐黑白想啦。简单来讲是安尼。总是近代的学者认为，保罗用婚姻做譬如，确实有可能是受主耶稣的教示迄种传统的影响，总是真歹势。保罗伫遮只想要表达一个意思尔。罗马书第7章第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读来。所以丈夫要活地，妇人人若甲别个查甫人做伙住，
会互人叫做淫妇。丈夫若死，伊就无受这个律法约束，伊甲别个查甫人做伙大，嘛毋是淫妇。保罗的鼓励毋是要显示无道德的代志，所以毋通歪路，毋通读啊歪去啊，爱会记一咯，不要歪路了吼，毋通读歪去。伊是对即群犹太基督徒讲：，恁若阁遵守犹太律法是伤憾。因为恁遵守迄个应该看做死的条文，因为恁已经是基督徒啊，恁应该看迄是死哦。保罗真正的重点是死亡会当解除人对原本法律的责任，这就是保罗原本的意思。死亡会当解除人对原本法律的责任，所以伊刷落去安尼讲。罗马书第7章第4节，刷落去伊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的兄弟姊妹，亲像安尼，恁甲基督的身躯结合，甲伊同死，已经甲律法断绝关系，无受拘束，会当归属别人。就是迄位对死人中搁活的基督，互咱通为着上帝结家子。照希腊文的迄个顺序，对迄个恁甲基督的身躯结合甲伊同死遐开始是安尼写，讲恁对律法也被治死，照着基督的身躯。保罗用文法顶头迄个被动的语态，来暗示一项代志：，互信徒信的人死亡的是上帝。所以爱记一咯，才有一个被动语态。伊咧讲，互咱死的是上帝。当咱若伫洗礼中，咱就有份伫十字架顶，耶稣基督肉身的死亡，这就表示过去活伫旧的律的咱，已经互上帝算作死。现在咱已经属迄位对死人中搁活的主的人啊，所以咱所结出来的果子也一定是属于伊。罗马书第7章第5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咱照人肉体的本性在活的时，咱犯罪欲念受律法激起，伫咱身躯的逐肢体运作，结死亡的果子。这就是这张批内底第一遍讲到，伫咱的肉体中律法会带来死，有无？伫咱的肉体中律法会带来死，伫咱的肢体内底发动致到死亡。伫咱的肉体律法带来罪，然后伫咱的肢体中发动致到死。保罗用这句话，其实罗马书第7章第5节，拄好咧描述。刷落去，咱后礼拜读到的第7节到25节所有的内容，所以这句话是一个刷落去保罗要讲的代志。咱今日未读到遐，因为后礼拜迄个较长。总是保罗伫这个咱照人肉体本性在活的时，希腊文应该做。因为当咱捌一直是伫肉体中的时，对迄个原文的形式来看，这个原文的形式甲罗马书6章20节，因为当恁捌一直是罪奴仆的时同款，所以保罗伫遮透过这个形式来表达伫肉体中就是罪的奴隶的另外一种讲法，因为迄个形式完全同款，迄个希腊文的形式完全同款，所以现代中文译本安尼翻呢，讲照人本性来活，
就是指一个互罪伫罪奴隶内底的人，伫罪恶关系的下面，互邪情私欲安尼操作的肉体。所以，当咱即个搁属肉体无属基督的时，摩西律法颠倒的负面激发咱本性的欲望至到死。保罗伫遮是咧讲这样代志。罗马书第7章第6节，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节上尾一节，做伙来读来。毋过，现在咱已经脱离律法，甲迄个束缚咱的断绝关系。安尼，咱服侍上帝，毋是照律法的旧方式，是照圣神的新方式。圣神的新方式其实是体现伫第8章。所以第5节、第7章的第5节甲第6节做趣味哦。第5节表示第7节到25节，用一句保罗用一句来讲。然后第7章第6节，保罗用这句咧暗示咧，带咱提示第8章咱会读到的代志，啥物会叫做圣神新的样相。保罗安尼讲，总是到现在过去的我，甲现在我无共。到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来，无论是外邦人，或是犹太人，咱伫犹太律法顶头拢算做死，因为律法只会当管律法下面的人。耶稣基督来就取代律法过去对信徒的掌权的权。斯托特牧师是安尼诠释，伊讲保罗将旧约甲新约做真明显的比较。旧约写伫石板顶是外在语文，新约是对圣神来，圣神带来新的时代。上帝透过圣神，将伊的律法写伫咱的心内底。加尔文是安尼描述这句话。第6节，加尔文是讲保罗对事物的反面效果来建立伊的论述。假使律法的制裁对肉体约束遮尔细，颠倒诚做罪的激发者，那安尼为着互人无过犯罪，就必须要脱离律法。是安那有律法颠倒无度真正约束人咧？卡巴特伫伊的册内底安尼描述，伊讲因为人若想要甲上帝相款，就若离开上帝，接近死亡。真特别哦，卡巴特是安尼讲，伊讲人一切的欲望上尾拢是蛇试探人的迄句话，叫做会亲像上帝的某一种形式。想要爱诚做上帝掌握，想要爱诚做上帝知影，我爱知影啥物代志，我爱控制我生命中所有的代志。巴特认为这就是人罪恶的根源，人的罪的根源。伊认为已经脱离律法，伫上帝恩典下面的咱，只会当照圣神新的款式来活。那安尼免啊活出圣神新的款式咧？巴特是安尼应答，伊讲伊的基本内容就是听这条上奇妙的道理。伊安尼描述。听，毋是道，伊毋是会当看见，会当形容，会当想讲我会当搭，还是袂当搭。听只会当去行，所以用另外一种角度来讲，伊阁是道。所以上尾巴特鼓励咱讲，诚做圣洁吧，做迄个服侍上帝的奴仆吧。
恩典是安尼命令咱。伊认为照圣神的新的款式，就表示咱的性命有一种可能。迄种可能就是无搁顺服罪，甲私欲旧的样相，是对上帝遐出发的可能。咱会当有一个可能，就是对上帝遐出发。出身伫台南的查某囡仔李德心，伊创造一个唱歌的专辑，叫做《水》。伊得到今年台湾金曲奖的3座大奖，内面有一条歌叫做《半半的半半的》。第二节半半的，咱知影半半的台语是啥物意思？半半的吼，大概有2种用法，一种用法就是物件若落去涂骹，捡起来半半的，可以当食哦。另外一种意思就是人若跋倒，咱若跋倒，若浮起来，就来半半的。爸爸妈妈就来半半的，安尼。所以伊内底有一条歌叫做《半半的半半的》。歌词的第2段，我有用迄个华语的，对个华语的伫顶头吼。第2段伊是安尼唱，伊讲时间甲我咧地走撞，机会甲我咧觅相找。若是安尼生，犹阁无法度放弃的话，目屎七七的，头壳呼呼的，顶来半半的半半的，无啥代。半半的半半的，免去膜拜。半半的半半的，唔免怨叹。半半的半半的，搁徛起来，搁徛起来。阿泰，我印象中是华语的歌词啊，他也并这台语的。不要紧。我用黑体字是华语啊。怎么会变成台语了哈？因为这类华语人可能会比较清楚。所以讲，这个真特别，李德新的歌曲真趣味，用闽南语内底迄种形容身体动作，迄种亲密的用语。咱爱知影七，呼呼的，半半的。因为伫咱的生命中，检测因为时局的变迁，咱会错失真侪机会。检测咱会因为家己的欲望，互罪管辖。有当时啊，当咱拄着遮个，搁若亲像互人讲倒伫地面，无气力来爬起来，甚至咱会感觉无搁挽回的一天。总是假使有一天，咱会当清醒起来，明白我互人讲倒伫这所在检测是上帝的心意，爱咱看清楚家己的有限甲罪性。有可能这搁较是上帝要拭去咱目屎，扶咱的头壳，爱咱顶来的时阵，就亲像囡仔跋倒。互人扶起来，安尼半半的，无啥代，免起膜拜，毋免怨叹，搁徛起来。迄时检测就是咱会当活出圣神新的款式的情形，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带领，你引带，互阮有当时啊，就亲像囡仔跋倒伫涂骹内底，爬无啥会起来。主求你怜悯阮，有时阵阮会对家己失望，有时阵阮会互这个世间侪打击所拍倒。总是阮相信上帝，你会将阮生命中侪艰苦的代志，你会帮助阮，互阮看做无，因为你会搬去阮生命中的颠簸甲痛苦。
求上帝任命阮的两者，求上帝就甲阮做伴，互阮真正知上帝你要扶起阮，互阮虽然有困难，总是你要甲阮做伙伫地。求上帝帮咱扶持，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